做威脅，絕對係民主霸權嘅手段。第二，行動話事人如何能夠保證可以控制激進人士？如何能夠控制發展及武力嘅場面？第三，公民抗命本是去抗衡不公義嘅法律及方案。現時2017年普選方案還未曾諮詢，更未曾落實，何來有不公義嘅方案？看什麼命？第四點，地區政府嘅選舉絕冇必要扯上什麼國際標準。第五點，佔領中環嘅行動明顯係想達到推出自己嘅方案，置基本法於不理，那是主流民意嗎？那是有法治嗎？由法律界人士提出佔領中環行動，係打業界一巴，係業界不作聲，亦極之荒謬無恥。第六點，民主黨創辦人李柱銘提出自己嘅方案，一下子就要壽終正寢，那還算什麼民主？還能期望佔領中環嘅行動係一個民主正義嘅行動咩？第七點，若佔領中環真係行動起上嚟，整個社會要準備承受巨大嘅犧牲。香港有咁嘅社會條件啦咩？我哋大家應該要諗一諗，要停一停，去諗一諗嗰個嚴重性。